挂你电话，你就不知道给我发个信息吗？跟上官老师加班就这么快乐吗？一人一狗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切，早上还发无名火呢，现在就跟没事人一样，这么惬意给谁看呢？此地无银300两。伽马刀立体定向放射治疗与显微外科手术治疗，什么意思啊？冷漠，红红，我会要你命啊！来找我了，我也是有脾气的，晾你一会儿。喂，喂，表姐，几小时不见，我好想你啊！有事儿说事儿。就你妈托我来问你朋友圈是什么意思？我朋友圈？某些人的心像冰山一样冷。我设置了权限啊，你能看见？不光我，陈醋、三宝、小夏、严主任，我把你朋友圈给他所有人都看见了。表姐，你啊，完了，没脸见人了。我知道了，男人不该这么小气，我会找时间跟他道歉的，好吗？你这么会讲鬼故事，你讲给他听啊，说不定他一害怕，就滚到你怀里了。女孩子都怕鬼。你表姐跟其他女孩不一样，做律师的凡事讲究真凭实据，魑魅魍魉吓不住她。一哭够2摸，这是哪门子冷战？秀人一脸。